已经有那么多的钱了，也不在意这100、200万。我跟董事会的几个老板都已经沟通过了。关于你们珠宝巡展啊，让我们会所停业10天的这个事情呢，大家一致否决。对，没可能，没可能，啊。哦，那就很可惜了，因为我们本来打算再加100万。哎，他不是说你多投100或者200万啊？200万呢，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。我这回给你打一个。等，稍等啊，稍等。田总，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的公司，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钱了，也不在意这100、200万的。你说呢？等，你听我说啊！我不知道你跟这个爱杜到底有多大的仇是吧？但是咱们再有仇，咱不能跟钱有仇啊！这怎么着得200？田总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麦克，他其实是我前夫。前夫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看他现在好像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其实他就是一个骗子，他无数次的欺骗我。如果他加入到公司之后，我不知道这短短的10天当中，我要承受多大的痛苦，可能是像10年那么深刻。田总，他来之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面对生活，面对工作，面对你，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。OK，东东，我知道了。田总，作为一个我们祖国的硬汉，一个热血男儿，他是一个外国洋人。你说他对于我们祖国同胞一个柔弱女性的这种欺辱，你怎么能袖手不管呢？你要为我们中国的男人争光。放心。哎，麦克。对，你听我说啊，关于这个巡展的事情呢，我们还是一致的否决，因为你们这个巡展呀，对于我们的马场以及我们的会员造成的利益损失是无法估算的啊。哦，对，我忘了跟您说，我老板刚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现在在英国，正好跟您的刘总一起喝下午茶。如果咱们这种员工层解决不了问题，咱们还是让领导解决问题吧。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。哈哈哈！啊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我们下次。田总！老公，起来啦！哎，谢谢你帮我改造家。这么快天就亮了。老公，你昨天说让我答应你一个要求，是什么要求啊？可凤，我们结婚多久了7年。哦，对，有7年了。我们结婚都这么久了，挺长时间的了。你不会是？没错，可凤，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。
我心里想什么你应该很清楚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杨大伟，你干嘛这么对我啊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合格老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每一对正常的夫妻都会经历这些的，难道我们2个人就这么平庸的走下去了？老公，是不是昨天我让你帮我收拾屋子，你不高兴了？哎呦，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也帮你收拾这个家了？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那你干嘛要跟我离婚？我脑子里和心里都没有别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个孩子吧。闪闪079，乖啊，坚强一点儿，很快就会好了啊。不是啊。这是我们新的策划方案。舒服吗？哎，高芳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不是要给冬年买生日礼物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走，咱买个香水就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老公，老土，人家现在姐妹之间已经不惺忪那么官方的礼物了，是吗？太无聊。冬眠的心思啊，我知道，我选的礼物他一定满意。你就乖乖在这儿等我啊。成功就在今夜，但使龙城飞将在。Come on, baby, don't be shy 哥们儿，我给你推荐一款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用过都说好，让你成为男人中的战斗机。闻是没有用，不过呢，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折扣，今晚保证你满意。老公，哎，幸死死你们！
生日快乐！谢谢两位，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哇塞，公主装啊！女神霸气侧漏，太澎湃了！侧漏什么侧漏？工作去。哎，喜不喜欢啊？喜欢死了！看来你们俩最近这心经练得挺不错的。咱这儿就开始嘚瑟啊！哎，冰冰，多来杯水。齐峰是不是要来啊？是呀，都想好了，成功就在今夜。你最近不是练心经吗？给我支两招。告诉你气明峰的敏感区吧，就在这里。老婆，你怎么知道齐明峰的敏感区的？就是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淡定，因为我那天不小心在理发店跟他碰上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他就跟理发师两个人扭扭捏捏。啊？他不会跟麦克一样是个双插头吧？开始我也这么以为，你不知道戚明峰那小脸涨得通红，娇羞欲滴的，看起来特别像小受。喂，老婆，什么叫小手啊？老公，这种问题你还是上网查好1、2、3吧。哦，后来我发现理发师正在给他吹头发，吹到他耳朵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沸腾了。我知道了。抓住机会啊！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